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三度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特别版第2版。那我们之前这个是承诺特别版第2版，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第3章已经结束了分享，那就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在第3章的分享，主要分享是仁波切在美国的第2段历程，那就是当他开始前往洛杉矶，在美国找到了他所想去到的佛法中心，以及遇见了宋仁波切的一些点滴生活。那在最后就是在结束上一章之前呢，我们谈到说仁波切答应了上师，就是答应了至尊宋仁波切到美国到印度去出家，但是正当他很努力的还清在役，很努力的在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印度之行筹备的时候呢，结果却发现了，就是说，却收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就是2号，就是说宋仁波切呢已经圆寂了。那他对当时的仁波切来说，当时他是晴天霹雳的，就像所有的希望，所有想到印度，他一心想到印度出家，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想要去侍候自己最心爱的上师。那现在上师已经不在了，离开了，那他还有必要再继续这么去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的去一个自己陌生的地方展开这样子的一种完全陌生的一个人生方向和旅途嘛。那仁波切为此他其实也曾经挣扎过，但后来转念一想，他想到的是，他如果真的相信宋仁波切是生了金刚的话，那么其实不管宋仁波切是不是这个肉身还在世上，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所承诺的对象并不是那一个肉体，而是生了金刚，而生了金刚是无处不在的。他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他就完全就毫不犹豫的就立刻准备动身前往印度了。那当然在离开美国之前呢，他也曾到自己的养父母的家里去见一见养父母，跟他们道别，但始终呢还是得不到他们的原谅。那这养母甚至跟他说，他一旦穿上僧袍呢，就永远别指望再成为他们的孩子，类似这样子的。那仁波切等于说呢，他前去的一个方向呢是没有自己的亲爱的上师的，而他所要背负的，他所要承担的代价，就是他从此将会失去自己唯一的亲人。但是为了履行对自己心爱上师的承诺呢，仁波切还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启程前往印度。那这是上一期的分享。那我们这一期呢是来到第4章。第四章的标题呢是心之所属。那心之所属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从字面上我们才知道，这就是你的心你的心的归属。那第4章是指它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仁波切在印度所发生的一切。那仁波切在印度的时间，其实他具体真正完全在印度的时间其实并不长，那是1987年到1992年。好，那我们看看他这里的这一页写的一些内容。1988年，当我抵达宋拉章时，我身上只有少量金钱，一句藏语都不会说，却时时保持精神抖擞。我很穷，却很开心。我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我想在那里生活，直到老死。我想待在甘丹寺，甘丹一直都在我心里。那短几句，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仁波切，就是他对出家的，就是一旦他决定了他对出家的那种义无反顾。就是说他当时他离开，他到宋拉章其实连宋仁波切都不在了，他身上也没有钱。而且是人生地不熟，他连藏语都不会说。那如果有到过这些西藏寺院的话，那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得说不懂得说藏语的话，基本上我是几乎是没办法沟通的。
那当时在就1988年那时候情况其实而且寺院的情况是非常穷的。那仁波切本身也是没有半分钱，记得他在美国，他离开美国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的，所以在那里很穷，但是他却对那段日子呢，是觉得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觉得他是在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而且他想生生世世还想待在甘丹寺，直到老死。好，那我们开始翻开这第4章的第1页，一路向东。好，初到印度甘丹萨济寺的赞都古仁波切被安排住进宋拉藏牛棚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小房间未加装饰，而且简陋，下雨时还会漏雨。然而，正是在这里，他经历了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时光，因为他终于住在上师所居住的同一片土地上了。那右边的这张图就是仁波切刚到印度甘丹萨济寺时所住的地方。那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来说，其实这是有点无法想象。其实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屋子，这个房子，它几乎其实可以说是称不上是一栋房子。你仔细看它左边其实是一个牛棚。那仅有的就是那右边的那小个房间，其实也都是显得非常非常的破烂，屋前其实长满了青苔。那周围的环境可以看到屋顶全部其实都是相当残旧的，而且非常潮湿。这样子的地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尤其在南印度这样子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所有的那些老鼠啊、蟑螂啊、蛇啊，这是怎么说呢？是很吸引这些东西住来的地方，而且旁边还养着牛的。那这地方常年是漏雨的，但是仁波切却怎么说呢？对此毫无怨言，而且他觉得很满足，很高兴，因为这个地方同一块大地，同一块土地，正是他的心爱的上师曾经住过的地方。那这就是仁波切。那右边这一页呢，是一路向东。那一路向东，上面的那一段是仁波切的想法，就是他的感受。他说，从德里到达兰萨拉的16小时，巴士车程令我感到极度不适。我不习惯那些崎岖的山路，但这些都无所谓，我很开心，因为我终于抵达印度了，我即将要出家了。那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仁波切也没有太多的形容关于这段路程，他只是说16个小时的车程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当上个世纪90、80年代、90年代，那当时还是很落后的整体环境。那德里到达兰萨拉那段路程，16小时的巴士车程，其实已经本身听起来已经让人觉得相当不舒服的。如果大家了解当地的路况的时候，大家肯定更加知道，那其实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它是非常崎岖不平的一段路。但是仁波切对这些呢，却完全他是毫不以为意的，因为他一心一意想到，就是自己期待了一辈子的事情，从小的愿望即将达成了，他即将出家了，那这是他唯一想到的。那旁边左边呢，这个就是有点橙色的字体呢，写的是格隆善师。那格隆善师是甘丹萨济寺前任纪律师对仁波切的印象，那第一眼的印象。那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在印度的西藏甘丹萨济寺，当然大部分都是因为超过95%都是西藏人。那他们肯定仁波切这样子的一个又那么高大的一个白净的一个怎么说呢？从美国来的一个西藏蒙古混血儿，对他们来说，整个形象肯定是不太一样。
那而且他只说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也不会说藏语，其实这都是相当个与众不同的。那这些呢，我第一次见到仁波切时，就觉得他不像一个凡夫俗子，他很英俊，而且谈吐让人舒服，称得上完美。他看起来与其他人大不一样，似乎精通佛法，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有佛缘的人。这就是甘丹萨基斯前任基律师对仁波切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印象呢。第一眼就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他很英俊，他谈吐很不凡。那他看起来也是似乎很精通佛法。那这是个龙善师对仁波切的一个印象。好，我接下去跟大家念这里的这一页的内容。1987年，22岁的仁波切从洛杉矶前往德里，一抵达印度，他便动身到位于印度北部山路地区著名的达兰萨拉村落，这里是藏人们居住的地方。当仁波切抵达甘丹萨基寺在达兰萨拉的祈愿堂时，他身上仅有2包装在他全部家当的行李。仁波切在达兰萨拉逗留了1个月左右，等待其他想出家的人一起受戒。按照惯例，比丘戒的受以团体方式进行，必须至少3个人同时受戒，不进行单独受。同年12月，他终于从第14世加瓦仁波切那里接受比丘戒，更被赐予丹真说巴的法号。丹真的意思是秉承佛法的人，说巴这寓意耐心。此法号从此拉开了他新生活的序幕。受戒仪式结束后，大多数刚受戒的僧人都跟他们的家人相聚，但仁波切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唯一前来恭贺他的人是他不久前刚认识的夏巴仁波切。尽管孤独，仁波切并未受影响，相反的，他为实现了自己自小想进入寺院生活的愿望而雀跃不已。这几段说的是第一个，我们看的是时间。仁波切抵达印度的时候呢，是他22岁，就是他这么多年，其实就是说，自从宋仁波切离开美国之后，仁波切还继续工作了2-3年，那他才终于还清了在美国的债务，才终于筹备了，前往印度。但是1987年，22岁，他终于抵达德里了。那抵达德里过后，先到就动身到达兰萨拉，因为达兰萨拉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就是当藏人们所聚居的地方。所以仁波切抵达甘丹萨基斯的达兰萨拉祈愿堂时，他当时同样的，其实这里指的，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那就知道仁波切从小到大，其实他离开，他总是只是用个两个包裹，2个包包就是他的行李了。他全部的家当其实就装在两个行李箱内。那仁波切在达兰萨拉呢，就逗留了1个月。为什么那么长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就是要按照惯例的话，如果要接受比丘戒的话，你必须要至少有3个人同时受戒。那如果没有3个人的话，是无法成行的。所以仁波切必须在那里等到就是有足够的人。所以终于等到了，到了就是1987年的12月，他终于凑足了，等够了人数，能够一起去接受这个出家戒。那授予他的这个比丘戒的上师呢，就是我们就是14世加瓦仁波切。那当时给予他的那个法号呢是丹真说巴，丹真的意思就是守护或者是秉持佛法的人，而说巴的意思就是耐心。那其实如果大家有认真去看，就是这些法号常常跟我们的人生的一些经历常常会不约而同，就蛮巧合的，会有一些关系。那仁波切的法号呢，跟他以后的生活其实是有着，他的关系其实相当密切的，因为他接下去的生活，尤其在后来他前往马来西亚去弘法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无比的耐心的。所以这个丹真说巴的意思，其实就是以耐心来秉持佛法的一个人。所以这是他的出家的一个开始。那在同样的就是
其实这些一幕一幕，如果大家都看过去，你可以想象这些都是很熟悉的。那在人生中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他终于出家了，他期待了这么多年，从小的心愿终于达成了。但是一样的，无论跟他以前在学校表现很好啦，得奖怎么样都好，他同样都是一个人，身边始终没有支持他的家人，也没有其他朋友。然后在这次的出家呢，他基本上能够唯一前来恭贺他，因为印度其实他更加是没有朋友的。那唯一前来恭贺他的人呢，是他刚认识的下巴仁波切。那仁波切对这样子的事情已经习惯了，所以他虽然是很孤独，但其实他并没有受到影响。那反而是想到自己终于完成了自己一辈子的愿望，终于开始能够展开自己人生的这个新路途，他感到非常雀跃。那下面这里有一个是针对这是附注是针对季律师给的一个解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格隆善师嘛，格隆善师就是甘丹萨基斯前任季律师。那季律师呢，在藏语里呢的音译叫给固。他是寺院中3位职位最高的僧人之一。那另外2位呢，分别是住持和主众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寺院的传统，西藏传统寺院的一个结构呢，它最重要的3大位置，其实一个就是住持，就是寺院的方丈的意思。那住持下来呢，就是领诵的，就是主众师，每次在有法会啊、诵经啊，就是领着全体僧人诵经的主众师。那接下去呢，就是管理全院僧人纪律的纪律师。那这3位呢，是在4志愿中职务最高的。那所以仁波切刚刚抵达这个北印度，当时他到北印度的时候，为什么在北印度呢？虽然刚抵达的是达兰萨拉，那甘丹萨基斯特别派遣了一些僧人，一组僧人去迎接他的到来。那其中呢，格隆善师就是其中一位，所以格隆善师当时对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很深刻的印象。那好，我们接下去翻开另一页。那这一页呢，你可以看到更进一步的看到仁波切当时的他所住的地方的一个情况。当然，这照片是新的。拍摄这个照片的时候，这一个是仁波切后来在2006年再度返回带领学生返回印度的时候拍摄的照片。那因为更早期可能其实连照片都不是那么方便，也没有太多。不过住宿的情况基本上也相差不远。好，那左边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么简陋的一个牛棚旁边呢，那个标题写的是家园。会有谁想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呢？1988年，仁波切南下来到甘丹寺，他终于回到了家园，真正属于他的地方。不过，甘丹寺对仁波切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如他初次踏入美国一样，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与语言之地。仁波切完全不会说藏语，而且大部分的僧人也不会说英语。这次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一种很真实的情况。仁波切呢，其实就单纯他只是听了自己上师的一个劝告，他就已经下定决心，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上师，说他要前往印度出家。那在准备途中呢，还发现自己敬爱的上师已经圆寂了。那其实基本上，这对这个未来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太过遥远、太过陌生的。但是仁波切想到自己要就是答应上师的事情，他还是依然去做。那具体做了怎么样呢？那些完全陌生，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我们要出国留学，那可能还有衔接课程啊，我们还先上过那当所在国的语言啊，我们至少身上我们还有金钱啊，我们还有知道自己在做些自己，至少我们有一个安顿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系统。当然不是当时抵达那个地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而且呢，他是一个纯正的，就是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孩子。那在西方，这个东方印度呢，却是完完全全相反的一个世界。而且它不是印度，印度这普遍才说英语的还好。那在印度的这个藏人聚居地呢，那这个甘丹萨基斯在南印度的藏人聚居地，在蒙古这个地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地那僧人其实他们并不说英语，他们只说藏语。
所以在沟通上呢，已经完全陷入一个就是一个瓶颈了。不过仁波切对此当然是毫不以为意，而且他成功度过了。那接下去呢，右边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张图，那个是仁波切在2006年朝圣期间回到宋拉藏的故居。那身后站着的一些僧人，还有一些穿白色衣服的是仁波切的弟子。甘丹寺分成2个学院，甘丹萨纪和甘丹讲智。尽管2院管理独立，却拥有很多相同的教义和修持法门，并视彼此为同一个寺院群体。在个别的学院中，僧人又被细分到不同的康村，就像同乡会会馆一样，按照僧人们的原籍地划分。由于西藏地域广大，不同区域方言回忆，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僧人住在一起，不但方便交流，也让他们拥有较多归属感。遵照宋仁波切先前的邀请，仁波切成为甘丹萨纪寺布康康村的一份子。他住在宋拉藏及宋仁波切的私人住所内。宋拉藏的负责人给仁波切分配一间紧邻牛棚的房间，房子的屋顶漏水，以致雨季时屋内地面会形成很大的水坑，进而致使蚊子滋生。不仅如此，蛇在床垫间游动，而牛棚对面简陋不堪的茅厕跟美国的舒适方便有着天壤之别。在适应印度的水土期间，仁波切一连个数月都在忍受痢疾的折磨。尽管身体饱受折磨，仁波切却不愿意用寺院生活来跟世上任何东西做交换。他喜欢待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他身在上师的家园，而且他终于可以将一生都奉献给佛法了。这里介绍就是仁波切，我们都知道仁波切到印度去的那个地方是甘丹萨纪寺。那甘丹寺是格鲁，就是最初根据历史嘛，这甘丹寺是格鲁在拉萨的三大主要寺院之一。那甘丹寺本身呢，又分成甘丹萨纪寺和甘丹讲智寺这2个寺院。那所以尽管迁居就是到了印度，他们依然根据同样的一个系统来分配。所以在印度同样有甘丹萨纪寺和甘丹讲智寺。那这2个学院呢，虽然在管理上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其他的教义和修持法门呢，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就是在修持法门或者可能在一些仪式动作上可能是有点不一样，那少许的不一样，但其实它背景是它自身来历是算是一样，而且他们算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寺院的群体。那在这些西藏的传统寺院里面，他僧人一般上会根据自己的祖籍、自己原本的地方分配到不同康村。如果大家对西藏有认识的话，大家也知道，其实不同地方的虽然都是说这都是藏语，但是不同地方的西藏人他们的方言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彼此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沟通，去到没有办法沟通的地步。所以僧人们最初呢，他抵达一个寺院的时候，都会根据他们所在的康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是某一些祖籍的会馆之类的。比如说，华人在海外，华人都会分成可能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海南会馆会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划分，以地域来划分。那大家根据同一个家乡，来自同一个家乡的人就可以彼此互相扶持，互相沟通也比较方便。所以仁波切刚刚抵达印度的时候，他其实他因为本身他也不是真正的在西藏土生土长的人，所以当时他被分配的这个康村呢，是根据宋仁波切的怎么讲最初的安排和邀请，就自然的加入宋仁波切的布康康村，他成为甘丹萨纪寺布康康村的一份子。所以就住在宋拉藏。那因为大家可能看到这些牛棚，可能最初就会像我最初看到的情况下，觉得寺院怎么这样子来虐待一位僧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时整个的寺院呢，它的环境是极度恶劣的，所以大部分的僧人也都住在一个类似这样子的牛棚里。当然有一些可能好一些，那对于新人来说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牛棚房间，已经算是基本上算是有瓦遮头了。
那这样子的房间再怎么说，当然是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这个房间的情况其实还是相当的不堪的。那可以想象，从刚才解释到就是蛇啊，因为基本上它没有办法给予一个人完整的安全的一个保护。那蛇啊、鼠啊这些全部都很自由的在房间进出，蛇甚至在床垫间是可以游动的。那之前大家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房子外面旁边就是牛棚，而外面呢是非常潮湿的。那南印度其实是相当潮湿那个地方，所以旁边还有一些杂草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蚊子是非常多的。更加不用说茅厕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设备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尽管如此呢，仁波切还是非常的怎么说？他对这样子的生活呢，他还是甘之如饴的。他觉得无论如何，他终于不管再怎么辛苦，那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终于回到了他自己上师的家园，他终于能够出家了。那好，那我暂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一节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仁波切在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和点点滴滴。那同样的，在结束之前呢，我们会先跟大家一起同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且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且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师名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助其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弘扬宗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一，祈愿三会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请恒常住。那好，我们这期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